良民證簡化申請程序，合資格者無需交指紋。最新消息，由2026年3月30日起，申請人如符合以下列明條件，一般無需提交指紋。一、以智方便戶口透過網上服務申請平台遞交申請，及二、申請目的不是與兒童或精神上無行為能力人士的事務有關，例如領養小孩。然而，在特殊情況下，符合以上列明條件的申請人仍可能被要求提交指紋以確認其身份。無犯罪記錄證明書 （CNCC） 簽發無犯罪記錄證明書，俗稱良民證，是一項由香港政府提供的收費服務。本處發出的無犯罪記錄證明書純粹是提供有關人士申請各類入境簽證，包括旅遊、升學或居住等，或申請領養小孩之用。任何其他目的而要求簽發無犯罪記錄證明書的申請將不予以受理。